內地人想遙距喺網上開設港股戶口，一般需要出示境外股票戶口記錄。但係近日有網上中介聲稱同本港證券商合作，協助內地人偽造虛假記錄開戶，情況係點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現時內地市民只要親身來港，即使冇存量證明，本港證券商都可以為佢哋喺香港開戶口。但係唔係人人都願意專程來港，衍生有人懷疑偽造證明開戶。但係部分中介並冇向客戶收費，佢哋係點樣賺錢嘅呢？5%喎，咁咪財色兼收？唔係啦，公股嗰陣時跌晒。近日股市波動，呢一間證券公司嘅經紀特別關注中概股走勢。原來公司近年嘅新客戶入面有70%嚟自內地。負責人話佢哋比較鍾情中概股。我香港得700萬至800萬人嘅生意啦，咁內地係大概14億人，而且佢哋擁有證券戶口比例係絕對少嘅，所以話佢哋嘅潛力係一定係大嘅。如果係香港人士嘅話，佢哋已經分分鐘可能開咗戶口，已經有種證券戶口。個問題係佢哋有幾多個證券戶口嘅啫。但係相反，內地就未必咁睇。內地係你開咗證券戶口未啊咁樣咯。內地人透過互聯互通機制，亦可以委託內地證券公司買賣港股。不過葉漢德話，近年越嚟越多內地散戶專程嚟香港開設證券戶口。咁我哋亦都有好多豐富嘅產品啦。嗱，除咗正股之外，我哋有窩輪啦、牛熊證啦、股票期權啦、股票期貨啦，同埋各種各樣嘅唔同嘅 ETF， 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啦。其實好多投資者就係 through 我哋去交易美股，因為美國近呢幾年真係不斷上升，港股不斷有下跌，導致咗好多投資者係 shift 咗 market 去美國度。為咗迎合市場需要，過往本港證券商更加會北上招攬新客戶。直到2年前，中國證監會公布禁止未喺境內持牌嘅境外機構違規招攬境內投資者，亦都唔可以喺內地為佢哋開戶。之後，內地人想開香港證券戶口，普遍要嚟香港行一轉。馮先生係其中一個。因為我本人喺廣東啊嘛，所以前往香港就比較方便咯。佢哋嗰個開戶嘅標準唔係咁相同啦。以我自己為例子，當時佢需要我提供嘅證明材料係，我唔需要一定要喺香港有咁多嘅資金，只要我喺內地有相應嘅資產證明或者有資金證明就 OK 啦。雖然禁止喺內地開新戶口，但中國證監會同時允許原本已經有境外戶口嘅投資者繼續通過境外機構交易。多間本港證券商於是推出新措施，內地人如果唔想專程嚟香港開戶，只要出示月結單等等嘅存量證明，證明自己本身已經有境外戶口，就可以喺內地遙距開戶。馮先生發現，內地社交網站之後出現好多貼文，教人點樣準備存量證明。每一間銀行佢哋可能需要嘅材料啊，唔係好一樣，所以咧，內地投資者需要花一啲時間去確認自己選擇邊一間銀行，對應嘅銀行需要準備啲邊啲材料。有一啲人喺社交媒體上啊，去發布一啲廣告，咁有啲人為咗佢唔清楚流程嗰陣時，就去社交媒體度搜索。存量證明全都卡在了存量證明，如何獲取存量投資者證明呢？別慌，1分鐘帶你搞定。Nice。點樣獲取存量證明呢？我哋聯絡咗發帖文自稱飛哥嘅人，喺佢指定嘅香港證券商入面揀咗其中一間上網開戶，先輸入由佢提供嘅推薦碼。同一時間向飛哥提供登記戶口需要嘅個人資料。唔使10分鐘，我哋就收到一封由飛哥發出嘅電郵，包括一封假冒另一證券商發出嘅月結單，顯示一個美股戶口舊年有大約2700蚊結餘，而客戶姓名同地址一欄正正印有我哋提供俾飛哥嘅資料。每天的諮詢量，說實話，現在可能沒那麼大了，現在是每天是幾千嘛，之前每天大概有兩三萬個，就是開戶量。這些做這個工程量特別大的，誰會做這個事兒啊？這個東西再說對誰有好？都
都說存量證明搞不定，成個過程佢冇提出收費，但聲稱同多間證券商職員有合作，協助客戶製作虛假文件。誰不想有這個大陸市場啊，對不對？但是他們沒辦法在大陸推廣，所以呢，他需要我們這種渠道來進行宣傳。就我們這邊篩選出來的人都是必須是真正買股票的，所以說他那邊只要看見我這個文件，直接給過，沒有二話。飛哥聲稱合作嘅長橋證券回覆話，冇相關合作伙伴，亦都唔會提出同類合作。如果收到虛假文件或者員工不當行為嘅舉報，會第一時間徹查，並主動配合監管機構工作，杜絕潛在漏洞。我哋再聯絡另一位博主，佢同樣聲稱可以協助製作虛假存款文件，收費588蚊人民幣。這都是一次性收的，不會有任何難收費這些的，是幫你開好的。如果說沒有開好的話，這筆費用我們也不收，全款退給你。文件我等一下發給你嘛。有證券業界人士指出，留意到近年懷疑有本港證券公司職員委託內地網紅喺內地社交網站宣傳，並且懷疑默許佢哋提供虛假存款文件，影響客戶利益。因為國內對外嗰啲資金咧係有唔少嘅限制嘅，亦都不當嘅券商又好，或者一啲叫做騙徒都好啦，就睇中咗呢啲資金受限嘅問題咧，向嗰啲民眾咧就去推廣啊，可以有一啲甚至提供一啲虛假嘅證明啦。咁呢啲根本咧就站在喺合規紅線之上去做生意嘅，可能會令到客戶會有一定嘅損失啦。但現時內地人只要親身嚟香港，即使佢哋冇存量證明，按照本港相關法例要求，本港證券商都可以為佢哋開戶口。陳志華擔心，懷疑違規嘅跨境開戶行為會對守法嘅證券商造成不公平競爭。市場開始發現越嚟越多呢啲唔守規矩嘅行為，香港嘅監管機構咧可能會加強對券商審查呢方面嘅力度。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個市場競爭出現咗不公平啦。對於守法律法規嘅券商嚟講咧，可能面臨啲唔公平嘅市場競爭㗎嘛。如果通過啲虛假手段去吸引到啲客戶去搶奪咗個市場份額咧，令到嗰啲合規嘅券商咧喺競爭中咧就處於劣勢啊！根據現時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製造、使用或者管有虛假文書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入獄14年。有立法會議員話，使用虛假存量證明開戶嘅人，亦都可能違法。咁而內地有啲即係懷疑係一啲中介啦，就幫我協助佢偽造呢啲文件出嚟，協助佢去開呢啲戶口。變咗呢啲情況咧，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原因係呢啲文件本身係一個偽造文件，而喺香港行使呢啲虛假文書咧，其實本身係一個罪行嚟嘅。咁亦都會有法律嘅制裁嘅可能性。咁變咗呢啲行為咧，我哋就唔鼓勵啦。中國證監會喺2023年嘅公報指出，會繼續加強同境內外監管部門合作，確保整改工作順利推進，維護市場平穩運行。吳傑莊認為，本港證監會應該密切關注市場情況，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就應該加強執法。咁使用虛假文書去即係獲得一啲服務啦，即係譬如今次就係開個直向戶口啦，肯定對於整個即係個市場嘅環境咧都不利啦。因為本身我哋市場嘅有序咧係有幾方面啦，包括係我哋有提供服務嘅券商啦，有市場嘅參與者啦，佢嘅資金啦，咁我哋都係要保證整個資金嘅合法性同埋正當性，咁整個市場先能夠更加健康咁嘅發展。佢亦都建議本港證券公司加強監管前線員工，確保佢哋按照監管機構指引工作。
部分下邊嘅同事、一啲客戶服務人員或者係一啲銷售人員，希望為咗去開一啲更加多嘅戶口，做更加多嘅業績，而去同一啲非法嘅中介去合作咧。我相信呢個咧喺公司企業層面裏邊咧，即係個券商嗰個管理層裏邊咧，都要好注視佢哋自己管理翻自己員工，不能夠去走一啲灰色地帶，甚至即係犯一啲法律啦。證監會回覆話，所有持牌機構同香港以外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嘅時候，必須留意並且遵守當地監管機構嘅相關規定，確保係合規經營。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